后来，这个基隆市罢免掉市长的活动，还阁继续咧进行。国民党基隆市党部来指控，讲前总统马英九来徛台，因有发一个动员的文宣，结果互罢凉的团体来篡改。党部到地检署告这个罢凉的团体伪造文书，甲违反着这个著作权法。 市政个人比甲罢免小组告，今日透查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伫委任律师陪同前往基隆地检交付诉状，指控罢免团体篡改党部动员文宣。今天罢凉行动，他把它篡改，但是非常的，我们都是卑劣手段，我们不能姑息他，所以今天来按你申告。而这尔起不破，就是因为这份文宣来比这两张图，中意大大标记为原本的反对罢免、支持善良，方改做支持罢免谢国良这字。活动地点莫非南兴市场改做南兴市场握手会，刚才伫咧讲毛前总统希望握手，方咧头改和支持谢国良派真无欢喜。不仅完全的背离事实，更损害马前总统之声誉。 同时也侵害国民党基隆市党部的著作财产权。未罢免谢国良的团体，若反刑法、规则文书，佮涉嫌宣报法、著作权法、散布无实在主性，和民众误会。罢免谢国良的小组马来反击，以诙谐讽刺的方式更改看板上面的图文，这是人民表达言论自由的一种方式，绝无任何诽谤或是侵犯著作权等违法行为。强调这张图是用果嘴方式和平理性。 控清，绝对无经理、合理使用，嘛无违背法律，嘛涉及基隆市府滥觞使用司法，打压人民的言论自由。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，但是并没有张冠李戴或是鱼目混珠的自由。 搁一摆强调做好事情，进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下令全面告这个条法，台北市长蒋万安排坐港徛台，面对支持谢国良派大团结，罢免谢国良的团体卖徛点伫咧街路做宣讲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